小东西，吵什么？你们混头了，在这里你能起来？要是赔，滚！走你们的事去。二爷偷去曾大爷的小姨子，是背着府里那股醋胆子的。要是有一点风声传出去，那我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，幸亏我有我二奶奶教你二奶奶教我。来往参见奶奶。来往在，我听说这些日子你辛苦得很呐。卫兵奶奶，奴才做的都是奴才房内该做的呀。本来该做的，今年二爷在外弄过新人，也是你本来该做的吗？这还不进我跪下讲。哎，卫兵奶奶，奴才天天在儿门上听差事，怎会知道二爷在外面的事？你只算是不知道，你要是知道了，为什么去拦别人？不许谈这个事你。来王，你要是真知道什么，谁告诉奶奶，不要叫奶奶生气。我说，卫兵奶奶，这个事奴才真的不是十分明白，这是昨日听星儿和希儿在哪里误事，就吆喝了他们两句。哎，其中的将军嘛，委屈奶奶问星儿，他是追着二爷出门的呀。哼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王八崽子，多是一条藤。好，我就先问星儿，你也不许走开，分明不了他，回头再来分你。我叫星儿，星儿，星儿，哎，俺奶奶叫你。来了。参见奶奶。好心啊，奶奶，今年二爷办的好事都对我实施了吧？这个什么？要来王告诉你怎么说吗？你就教他怎么说吧。是，星儿啊，
这个事我们早就该告诉奶奶了。奶奶刚才跟我说了，这个事本来就不与我们有什么相干。我们告诉了奶奶，奶奶就会烧死我们。要是我们再瞒着，不要说包不子脑袋，也对不住奶奶平时对我们的一片好心啊。奴才不知道奶奶问的什么事啊？大胆奴才，就算万官狡辩，看来不仅你上帝离远了，你难讲真话。见我司机当20个嘴巴。啊！嘿，慢！让他司机打等一回，当你司机都来不及。打！也在玩弄了什么样的心儿奶奶？奶奶问的原来是这个事啊！哎呀，奶奶，去奶奶超市，奴才再不管是一个事的话了，去奶奶超市。讲，奶奶，他一生银子他也来车上用过儿一路说没把儿也大方，是一个女人真大方，家下温水好，哎呀好，哎呀好呀，愿起孩儿也做孩儿嘛。孩儿也听得心花放，爱家具弄兴旺，我车三手去成亲，成亲，哎呦，到是今生外了家，离了你是什么？听说万事要不孝子我。他已经生我有孕了，梦听此话，心最凉。此太安静，用儿后来报天担，这事都是用孤儿一个身体还也判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万一曾大爷、曾大奶奶也到帮忙。家原来我与家珍在下场，张家抬亲事就是曾大爷、曾大奶奶做的。什么张家李家的？啊，这位新二奶奶原是从小就许了身家，那时名叫张娃，时经穷得只好讨完。曾大爷、曾大奶奶就许了他一些银子，他去答应抬亲。曾大爷、曾大奶奶这种福利把新二奶奶送过来的。当哪儿送来的？曾大爷的福利。他是正当福利的什么人？这个，哎呀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，把一句妖精的话忘了先说啦。这个新二奶奶的妹子，海姨奶奶、姨妈的妹子的奶奶的妹子的，说清楚点。哎呀，这位新二奶奶是曾大奶奶的妹子，姓于，生辰于儿记。千关穿磨难了想，心生今世难
刚才说，这个女孩子许过一个什么姓上的，叫什么名字？叫张娃。是在什么地方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是在东张娃家里只有一个老对子。这个张娃整天整夜的在赌场里问晚钱，也不回家里去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你去过他的家，见过这个张娃了？郑大爷因为太亲的事，叫奴才去的。王玉来往也一道去的。好啊，这算是我用出来的好人。实不是看你还有点怕去，非把你的腿当断了。从今日起，不许再过去。我什么时教，你去什么时到。迟一步，你试试看。不管，是。原来你也到那张娃家去过的。奶奶是在。哼，我就把杏儿先交给你看着。是。啥是追来了一点风声？奴才不过滚！哎，是。谢奶奶。好家珍，于是先把妹妹偷偷地杀进二爷，我叫生米做成说饭，你着我的鼻子被我切了下去，我王熙凤后事怎么怎样的去了？王熙凤怕那个名分里外，偏遇个不怕死，寻上门来。顷刻间出本领功夫，闹他我天翻地覆成一马翻回走美。为什么要和断前线？为什么把知情官配？为什么要暗度陈仓？莫不是与惊天姐妹巧淫媚？
悄悄生下儿子来，巧为家连续丫头，岂我不能生子嗣，名正言顺不缺呀喂。我说是正风起初去老开，一时间对了神，失了态，从今没遭灾，寻天全是化成不能欺负抗北，世事万绪精神开。老祖宗的怪，小先生不是寻常辈，曾大奶奶亲血脉，他腹中有应是王牌，老祖宗年不了一好东西。顺水太子将他留下来，我起的团石头，擦了是几的腿，金腿两难，苦太且看我陈前生错英美，乔装配，乔装平儿，奶奶，放在心儿的话你都听见了。哎呀，弄来弄去竟是一个死机人啊！好吧，神叫他们负责，不叫我们负你，你奶奶至于这份黑令啊。不过你二爷与家小过小财神这件事，万是惨事，万是老爷太太我老祖宗也啊。我的心儿来了，这就是姐姐啦。奶奶，冒昧等人不要见我。不，鄙人为您当前。
乃是姐姐心情。我要把位置测试了。小妹理所应当。平安，奶奶，见过心儿奶奶。是心儿奶奶。不过奶奶一同轻松。哎呀呀呀呀！这可真要测试他了，他可是我们的丫头啊！平安，奶奶，把礼物呈上。是。心儿奶奶，这点金珠上碗是奶奶送给你的。多谢姐姐。妹妹，一点见面礼，妹妹不要见笑。平儿，奶奶，下去歇一会吧。是。这个蔬菜倒也雅致安逸，配得上妹妹。唉，妹妹，姐姐终归是富人家见识，这知道劝儿也在外保重身体，莫在外面拈花说泪。想不到这点此事，恰被儿因为错了意，把我当成了年酸且粗之人，他真知我的心哟。回去不知长烧香，真乃是夫冤屈得相后长，因此上劝过儿已多少回，盼着他去儿方生暖定上我身一旁。一番苦心不生呀动，妹妹是更教我心上。他父上下皆知晓，且好是防着教我忙。落得过几多名，深教我的脸面何知妨？一腔缘分如此送，多得过不明不白。心儿这发慌。
姐姐原谅。要为陪姐姐上场。姐姐请用茶。好妹妹。常言道，生活伤心多我曾于片刻所生归，我耗尽了心血，从不悔，为儿也为家乡。谁自家庭遭遇，独自了32岁，都不知那小人罪，我成了凶神恶煞也忏悔，说明枪放万剑走不回。哎呀，妹妹呀，堂杀姐姐真是贵，怎能用我中哎？堂杀姐姐真是贵，今日何必见妹妹？常言道，交情不言声，不娶妹妹娶明黑，心底自我好专情。拒前也不怨不悔，心常空。
心摇曳，他造了火把在心摇曳，他造了火把在，弟弟，快快不要伤心。须曾相陪，外须我一片真心吐出来。姐姐呀，姐姐呀，过往事难再回，从今与姐姐四季同心两相偎，四季同心两相偎。一番话来应谁？不一样哦，喜结更生悲，此里双亲家心归，何曾一程真心配，生生不渝真情彩。你是我一母同生亲妹妹。来得年纪经常亲临教训，爱慕名要外爱太久矣，一季季长夜红影，错些寒心。慢难得妹妹这样怜惜姐姐，姐姐我虽是死了，也是瞑目了。姐姐，妹妹，这个谈心去，何不到永国府去应你？我瞒妹妹，姐姐已经在府里为你配下房屋，和我呆门儿子，穿的、吃的、吃的、用的，都和我一样。从今以后，我们餐餐同席，实实当心，也好合心合意，归劝而已。姐姐，妹妹，妹妹不是已经预料我们的儿子了吗？这可是我们家的大事哦。要是放妹妹在外头负身照顾，我这心里头也怎么故意的去你？妹妹要是再不搬进去，那姐姐我谁要搬到这里来了？哎呀，姐姐，快快不要生气，四次小妹证明就是我的好妹妹。二爷，
是二奶奶把新二奶奶接进府去的。千真万确，我们二奶奶啊，不但把新二奶奶接进府来，而且是山楂了外，凤真倒是无微不至。哎呀，奇了，怪了啊！平日里只要对丫头们多夸一言，他就当着我的面扇他们两个耳光。如今这臭蛋子，他算变成香月饼了。哎呀，恐怕是好，给得好。哼，此番公关顺利，得到了老爷的赞赏。如今，有妻妾和睦，我家里真是春风得意，好事连连呐。好事连连呐！好事连连，呵呵，我看没有什么好事。二奶奶叫我到赌场上寻找新二奶奶的姐夫张娃，跟他做一个好朋友，万不准走漏半点风声。这里头只怕大有文章呢。可葫芦里究竟长的什么样？谁外国问他不一句，怪他的快在20两的银子份上，就糊里糊涂的奉命行事，这边再到酒馆赌场恰外落一番。你看，二姨，也曾那经自家亲，似银碎，多情多情。我的心啊，奶奶，心人啊，欢笑声，水莲酸涩，情深心。阿姨，你看啊，好，好。往西风，眼中不用一粒沙，此一番偏偏阴差劲，真一等，这一阵扎得顺，这次心里痛杀人，这一阵扎得很，往年暗疼难疼生。脸色嘞半颜亮，将周笑颜咬牙生哦气。
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办好了，那张娃才多长生生，我与他结了孽，一顿吃好，就成了无娃不带的好朋友了。好，你再请一些。是。你立即去找那张娃，叫他到衙门去，进我们家里告上一场。告状？告谁的状？听着，是。一场告二爷，你细听端详，四句话既分明，你记在心上。第一句百字满情情往上。第二句在唱诗成就黄，第三句讲的太轻太荒唐，第四句听起再去你一不当，第二场告的是家珍家用，告他们挑唆中美，气要说完了，气啊说了，都记下了。哦，全都记下了。说一遍，叫我听听。二爷讲。请二奶奶，您再说一遍。哼，听着，高二也是百字满情，一再仗势讲的太轻，听起再去十六个事，十六个事。高曾大爷我用过儿挑唆做媒，七样样算，八个事，八个事都记下了，记下了。去吧。是，讲的太清楚。哎呀，奶奶，这样一个，不知大蒙蒙二爷、曾大爷用果儿结起坐牢吗？谁是告我们家炒饭也不要紧，闹他了，奶奶我是算为谁说的？是，去吧，我这就去。慢，你到张道去300两银子，等一会你也要为我到菜园去走一趟。是。是。看着府中天津的动，看一看这大观园的权力在谁手中。小钱生还叫什么往西东？姐姐，姐姐，今夜的
绝不为父为他姑大嫂，你犯苦心。来，领军，请。二姨妹生举黄翠呀心，夫妻俩爱情里呀深，东西兄嫂来守啊真，才是希望两三分。哎呀，二弟呀，你是么照着愚兄弟预料之中哦？二姨妹是你大嫂手着情，希望她不可遇见。从今儿你这官司场，大丈夫的刚家信，有愚兄趁你的腰来抵制你的后辈信，每到家儿家人时，西龙的妻妾我要接三分。他要是凶，你先横；他要是骂，你先开声，等他的威风接上去。二姨妹生意成功，成了永福的当家神。二姨，他是不好。后日情况嘛，二爷被身价高了，衙门口的查证到处传声，害得内亲的这位妇逆死。告我的是谁？为了何事啊？告你的是心儿奶奶的前夫，名叫张娃。张娃为的却是心儿奶奶。上我去来。是。哎呀，大哥啊，这二姨妹之事，那小弟佛中所做，至今我瞒着老爷太太和老祖宗的。如今张娃将我一告，闹得还夫妻之不但小弟要随着吧，这怕二姨妹也要担着一张金牌呢。这比什么好嘛？这姑张娃，虽然我儿子俩人子退了，我俩这不高去张为了娘。当初我就说是做不得，事情真的闹出事。哎，不要啰嗦了。永儿啊，你去打听一下，这个张娃到底是怎样的搞法？哎呀，不，我怕蒙生。真是没用的东西。二姨，奶奶请的这位夫，也是大爷大奶奶用孤儿一道前去。张娃不但告了二爷，还是没带上用孤儿和大爷一比。说这个事都是你们爷儿俩挑唆的。如今二奶奶花了钱，把查证留在那边。对，二奶奶说了，要是你们不过去啊，他的妻子过来了。哎呀，过来！你先回家去打点一下，花多少银子，余兄给你送过去。是，还是你去吧啊！我继续要你看老家不美，哎呀，真是！你个爹！哎呀，二爷，还是你去要你个他！哎呀，二爷！却令老爷夫人东府里二奶奶怒气冲冲，不服来了。怎么办？哎呀，母亲！哎呀，你真是！
胸中流气，把脸张扬。怎么打算驴马？不驴，那你随其一边写成好。好大嫂子，二婶，谢奴，亲生娘都把魂写吧。呸！你万一连个我是包害，你们余家的丫头没一声要骂，推就往家家送，天下的乱生都死去了。你随时要往家家送，也要三媒六证整个铁桶才是。什么？家小不小，良辰小我才生，就把妹妹偷偷的塞了进来，还叫人来告我们，叫官长长中都来审我切磋。你这个锯了这的葫芦，谁知道在老祖宗面前冒充颜良，却把为民生往我的头上栽。我在你们家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们要私自害我，你是呀！小心！啊，我明白了。我不是老祖宗记得要成，十全堂管我罪，做不此给当。来，朝臣面前这端讲，写下血书七岁长，唐诗不语，我是明白，去跟我到衙门醉一趟，你就我醉。怎么千万不能到衙门回去？王熙凤曾要过关于明言也是切磋叫我一口难讲一言难说，一口难讲一言难说，只好一命应付不我的亲娘我的亲娘亲娘哎，请你饶了我的娘吧！去你的娘！老祖宗伯父，
呀，弟妹啊，老祖宗听是为了此事而来，老祖宗最宝贝的就是你，你是什么？老祖宗究竟什么？我请弟妹在老祖宗面前多说几句好话，多说几句好话。弟妹在老祖宗面前多说几句好话，多说几句好话。哦，原来你们把老祖宗当成是我的靠山，你们算计我，为的是对付老祖宗。绝不至于，愚兄这里见你，哎，跪下了！你们怎么跪下？跪下！小奶奶上礼。你们这不是一起来欺负我，心智年酸吗？老祖宗红丫头房中传来信，呀哟不快上了门。儿生无言，心好恨。你这老祖宗，我真要找你。沈家这些伤你哪里去嘛？跨把事情牺牲命。老祖宗，看你结成这个样子，快叫老祖宗去升堂来！快去升堂来！丫头报信，是官府差役上门拿人，为的是贾连强娶了你的妹妹。想我家是什么人家，怎会做出这样无法无天之事？你们快把什么情语还不与我讲嘞？升堂到。老祖宗，你些还可以升堂评评气，再听我详详细细从头到尾的告诉你这桩喜事。什么喜事？哎呀，可不是嘛！你在骗我！哟，谁管在你老祖宗面前说谎言哈？谁不知道我们老祖宗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明察秋毫，深深信于七股桥。我们老祖宗的信仰是14个桥，我要是骗老祖宗呀，那我的心要与28个桥了你。瞧他这个输平贼的丫头，接这个平贼的模样也倒一杯升堂嘞。哎呀，缺什么？我是他老祖宗的谁吧？老祖宗。
妹妹生个养，好进去，叫二爷一见便钟情。他肯去大嫂把青云，随他做了二夫人。二爷不为是要紧，我便接他进了衙门，看等他爷小夫亲，在安排院把这外说得过去，那怎么还有什么推亲之事呢？妹妹言好不依，是否为婚娶不成？他夫家讨饭，哎呀都贫困，已经花尽退了婚。谁知陈旧官人诬告一丈到衙门，我已经配身当的是一分。哎呀，老祖宗啊，你在欢喜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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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着跑终身。就不信我的话了你们属于句句是实。我的儿孙啊，从来不是假话的呀。我可不大相信这个粗蛋子为的人变得这么好，接连儿娶上了这么漂亮的儿吧。你不信呀？与亲心儿奶奶。这是太婆婆，快磕头吧！可见太婆婆，好了，谢太婆婆。快把手接老祖宗。极简的很，同样
丫头，老祖宗，我看比你还俊些儿你。唉，要是不比我俊俏，我还能替二爷去马。聪明不如秦王相，举子之间见大方，爱须慢慢也有一副好心肠，要是胖，不像那包山羊；要是瘦，也不像那林姑娘。是这样，不胖不瘦，不高不矮，眉清目秀。显得俊俏了。像不像你凤丫头一副黑脸张飞样？我都成了女张飞了。我年轻的时候呀，最喜欢看三国。这三国里头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张飞。老祖宗是喜欢你哟。我想啊，我这马一响，老爷快人与本长，叫一声神仙妇儿听我讲，今朝之事我讲光，难得你月亮姐姐神通广，与他连理总是老天大孝，也无妨。老祖宗，看你说的，我这点本事，还不都是老祖宗教的？啊，老祖宗，妹妹在这里参了好久了，也跟回去了。老祖宗，你再做福几句吧。做福几句，有的有的。沈媳妇，如今你已是家家的人了，想我这容易良妇。是追恩的私立传家，男的讲的是孝义忠信，女的讲的是德貌严公。你容貌虽然不错，这是这一个得势，必须小心才宜。老祖宗，你再放心吧，妹妹这不得行，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好，我还要嘱咐几句，远方的设计需要等到1年之后，家小国小活满之时，到时候呀，我可是要来吃这杯喜酒的哟。哎呀，妹妹怎么了？快快扶下去。
方才是我错怪了你们，现在谢下你们赔过不是？老祖宗，死不得，死不得！我还要接奉丫头传命，从今往后，在二奶奶前面加一个言字。叶二奶奶啊，慢！万一一件事，甚至在老祖宗的面上也加上一个字。什么字？生字。言上上腿是生生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得叫老祖宗生老祖宗。好好，该轮到我讲了吧。凤丫头，听说你衙门那边已经打点过了，花了多少银两？啊，也没多少，离衙门里的财神不过1000两。啊，花了这么多银两，少了我们还拿得出手吗？说的也是。讲真，这1000两银子该由你拿出来。是，马上有儿送过去。凤丫头，老祖宗，今日你命里上手，我盼得完成你的心吗？哎呀，老祖宗你来了，与我失了。生生难得儿孙心啊，更难得初纲毕业了。老祖宗。好一个二奶奶，可真有她的！被她这样一闹啊，她倒落得个名利上手。可怜的倒是这位杏儿奶奶，本是个花为长途、学为肌肤的美人太子，哪经得起这一场惊笑，至今一病不起。二奶奶请来了吴太医为她治病。是，不是太气，是医学凝结，叫我咋样为他调治？哎呀，不好了，新儿奶奶喝了药，肚子酸痛，太多下啦！还有他嘞，还有他嘞！怎么？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药可是我买来的呀！果算是个暖孩，这一下我们都起了儿了。奶奶，不要伤心。我想一个人情一问，你先下去吧，奶奶。错身命苦一场啊，一个个苦水来娶娘娘。老祖宗其身意，转怒为笑，王熙凤得了个言为名调，小前程下得一匹刀，风堂呀前场我
此来归不孝，一定要一种去不忘教。趁我在长夜无妨，宽财神万贯来叫嚣。奶奶，大喜呀！什么大喜？这是二爷办事预估，老爷商量200两银子，万一预估娶姑娘。什么娶姑娘？哦，就是老爷身边的那个大丫头曲童。曲童。与标子与能关，能所谓到水灵家花，老爷特地上见二爷，马上就要过来了。哦，这可真是二爷的造化呀！杏儿，奶奶，老爷的丫头不能怠慢，你去好好的陪他过来。是奶奶，一个没事，一来一个。曲姑娘，哎，你快点走呀！哎呀，急什么？我总要一步一步地走嘛。这不是来了吗？进去吗？你谁这样进去呀？那你要这样进去，难道要二奶奶出来迎接你吗？看你说的，只是叫我通报一声，你哪里也通报？奶奶，一点头，我才跟着进去。要不那都关了哈。这一说的是，你等着。禀奶奶，曲姑娘到。怎么门儿太小，进不来吗？听见了吧？司机，进去吧。已经门前灯，一生思恨，空着他也是我前世的尘世。跟随老爷无言句，四太爷俩早宽头，好人指定要正走，听老爷啊，与他做一个冤内头。秋冬拜见二奶奶，阿良。去是老爷上过来，佛是
这可真不巧了。杏儿奶奶刚过了胎，二爷心情不好，今晚可不能办你的事了，先委求你再次几日再说吧。我说韩奶奶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哦，我的不是。许多是老爷上过来的，看在老爷的份上，也得照应才好。怎么二奶奶竟替新二奶奶说话呢？哼，不是秋风乱射，作为新二奶奶的弟媳，谁不知道呀？那个孩子还不知道是姓张的还是姓李的呢？奶奶喜欢插足，我才不喜欢你养孩子，谁不为呀？一年半载，秋冬保管生个白白胖胖的真正小子，叫奶奶看看。你今年多大了？17岁。年纪轻轻，难怪不懂事哦。新奶奶是你应伯父，知情应当的他奶奶的亲妹妹，她本姓定亲有人娘常我心，惜字千声他是你二爷心上有新婚必具真才美，我于是多上3分黑，你竟说无言喷吹。你虽年轻也风雷，下平地乱动相思配，初次初夜一呀配，我要的我苦中人，你听唱我千句不能睡，得罪了新奶奶，你的小命呀许。
叫二爷听见。奶奶。不像话了！我一母做男孩不行，为奶奶她去眼中的，这是我有计我还先出口。哦，你话这官讲嘞，说出来你莫要心中是女，我哪来这么好的气哦？不能啊，把那真恨真官乱进城，他上路秋藤啊，低头。你心这快快心天黑，我奶奶的脾气真香哎，二爷爷你来是黑，我的好儿子，分担我多少担子，解去我多少愁。一谁下肚就头了？胎儿讲，头与我讲。奶奶，二爷吃了这坏东西，那我们不知道不好。平儿，见过你驱动妹妹，她是你老爷捎过来服侍二爷的。哎，这可真不巧呀！这一天就碰上这事，真是可怜呀！哎呀，奶奶不是驱动跨海口，不出3天，管教二爷他乖乖进我秋冬房。笑吧，笑吧，前生的今天，谁是你的明天？我正少生冲锋严城里，他可来的真是时候。方才来往在这里转悠，结得相恨。要是在外说出言断句，叫来往，来往，和奶奶讲你。花子祥的消息是我泄露的，长娃的长子是我叫他搞的。为了参与的银子是我送的，哎呦，多抬起的呀，是我买来的，又教坏我了。
哪有什么倒霉的事哟？来王子参见奶奶。来王，在。看你愁眉苦脸的，有什么心事没有，奴才哪有什么心事？你这次办事有功，算是奶奶第一幸福之神。谢奶奶。要是与三心二意，奶奶的脾气你是知道的。知道的，知道的。要是你对奶奶忠心，奶奶是不会亏待你的。谢奶奶。我有一件事要你去走一趟，请奶奶吩咐。这件事比不得限两件，我怕你办不了。哎，又不是去杀人放火，没有奴才办不了的。正是要你去杀神你。杀神？对，我要你去杀死张王。奶奶做事从来不对于更加，必须斩草除根。什么？不管去吗？过去，我这就慢。这我尽力一送，不要尽力封神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当真要我去杀人啊！生命关天，飞动而行，对，我还是到外面躲几天，先把张娃放走，回来再把奶奶哄骗过去。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我走。我走。小见神脱胎，把十字挑，我都是恐怕很无聊，一时一时一些
经不起海浪与惊涛，驱动生来心情傲，造此冷落是难熬。其境之中云风涛，这创世间不应当。这二爷比鬼高声骂，苦也肯怨气也自好。细雨弟，你给我听着，我是秋冬姑娘，是老爷上家海爷的死经，我都来了好几天了，可你这个娼妇怎么这样，没什么也得把海爷缠着，竟叫我独守空房。哼，我骂你个不要脸的小娼妇，我的今先见后去，没生了的小天妇。秋冬妹妹，你疯了呀？哼，我没疯，我在骂人你。秋冬妹妹，你走开！你这个小秋冬妹妹，你这个无理秋冬妹妹，先见后去。秋冬妹妹，神经病！这个秋冬姑娘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秋冬她不得变，名成模样，发光面耍不拉，比我思量。我名成铃铛相连相量。夏奶奶，夏奶奶，睡着了，幸好他没有听见，悄悄地送上这许名身旁。梦见黄庭深空。夏奶奶，你醒了。原是妹妹今早了。我饿了问圣堂，你趁热喝点吧。接圣堂，我心中更是焦。想看一点谁为好的，名字知不了。不要这样想，圣堂冷了，
我方才好像听见有人在骂我。没有人骂你，你听错了，在这府里上上下下谁管骂你？是做梦了，是我做梦了。神堂冷了，好妹妹，管不清妹妹情，是错。
杏儿奶奶怎么样了？昏昏沉沉，有气无力，我再去为他喝点参汤。慢，我来喂吧，你先去歇一喂吧。是。人家养猫做老次，我养的猫尽要紧。妹妹醒来，妹妹醒来。是姐姐，姐姐来了。姐姐，快请坐。不用了，我在缠着和你说话吧。放在曲动姑娘的话，你都听见了。你也不要怪她，只因你那贤妇张娃到衙门口见我们家里高上夜场，这件事虽变成夫里夫外上上下下的聊天去本了。他们都说你什么？在家做女儿子的时候是不关键，到了宁府与我们曾大爷不亲不怕，昨晚老爷太太帮我叫了去，只打连句骂，有把先生骂我。哎呀，不是，你杀骂我为什么偏偏要接那人妖的破烂货，把有名良妇的门妇都去陪我了。你恨什么？当初没有听我塞妹妹的我倒是佩服你那位妹妹。你佩服她什么？我佩服她聪明识趣，死得爽快。妹妹，沈家生都与他识趣吧，要是都往心里头去，岂必要我气死？我也就不当讲了。你在好自为之吧。
启东，这不是你呀？哎，汉爷，天晚没亮，你怎么才起来了？老爷叫我你是至今晚没睡呢。哎，启东，你怎么起来了嘛？啊？哎呀，汉爷，孙家夜夜没睡，等查你呢啊！哎呀呀，你在等我啊？哎呀，汉爷，我倒是要问问你了，启东是老爷捎过来的，如今我都来了好几天了，可你谁是不如意？今朝本是公明他，要是觉得老爷伤得不好，我谁去靠委屈了？哎，启东，二爷是很喜欢你的呀。你喜欢我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你就跟我走嘛！啊！